因为有2位吼，需要顾囡仔即个工作吼，还阁咧处理囡仔诶代志，还袂入来吼。所以等下若状况看若因2个还袂入来，可能咱在场即3位就先讲安尼啦吼。好，先来开始吼，就是咱今仔日呢，即个主题主要是针对讲差不多5、6冬来啦吼，有一个趋势。就是愈来愈侪的少年人伫网络顶看到即个朋友吼是无熟悉人在写台语的物件吼，有诶用罗马字写话，用汉字写话，汉字人罗马字写，总是就是讲伫网络顶即几冬愈来愈侪人用即个台语文在活动，所以愈来愈侪少年人看到即个趋势。有诶是好闲吼，有诶是有一寡刺激，愈来愈感觉讲，应该若家己袂晓爱来学，所以即个趋势即几冬有较明显吼。佮加上有寡检测较有名诶政治人物吼，伫咧问政诶时阵吼，用台语来质询，也是讲有一寡议题，有一寡即个足穿诶台语歌吼。乐团等等，遮拢有嘛是有带动一个讲，来关心台语、来学习台语的即个趋势啦吼。所以就是讲有侪遮个少年辈开始讲想要甲即个家己的族群的语言，也是家庭过去长辈咧讲的语言捡转来吼，重学安尼。有诶对台语开始，有诶对台语文来切入吼。所以咱今日邀请即几位虽然讲有诶可能20几、30几嘛有超过40诶吼，毋过就是讲差不多就是安尼啦吼，20几到40几即缘诶。咱邀请即几位是无共领域诶吼，来甲咱分享讲因是安怎要来定个拔头来学台语吼，即台语甲因诶关系，也是因对台语诶想法吼，甲因即马伫啥物款诶工作范围、工作环境吼，要用啥物款诶方式来甲家己所喜意、所爱、所认同诶即个台语台文推广出去吼，所以咱邀请即几位少年朋友来啦吼。好，安尼咱第一个吼，就要来邀请杨振嫣啦吼，咱这阿嫣呢吼，其实是乐团吼，晓演奏，若是吉他吼，几项乐器吼，会晓即个就是伫乐团演唱演奏安尼诶，即个工课吼，是伊本地咧做诶工课。毋过其实伊嘛毋是学音乐诶吼。我想详细状况就由伊来家己来讲吼，请伊来分享伊是安怎来行台语路。好，请振嫣。我先甲我诶荧幕分享出去。好，安尼应该有看到吼。有。好，各位前辈、时代长辈，大家好，我叫做阿嫣。我今仔日要来分享我家己最近即几冬以及我进前所做过一寡代志，安尼。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做阿嫣，我1985年出世，我伫咧台北市出世，事实上我毋若伫台北市出世我规个成长的背景嘛拢差不多是伫咧台北市所以就是即几冬有足侪人讲台北市是天龙国嘛，所以嘛会使讲我是一个正天龙人就对啦，我即马较重要的身份就是我有2个囡仔，我是2个囡仔的老爸，我有创一个乐团叫做台语路乐团，我是算是团长这部分等下介绍到我主要我是做音乐的流行音乐的工作者我嘛有这2冬嘛有开始做一寡台语文的工课之前我有做一个叫做台语冷知识的 YouTube 频道安尼。好真感谢阿辉老师找我来分享这件代志就是讲，因为伫咧我咧准备的过程我就开始回顾我的
成长的经历，啊，我就有感觉有诶过程，其实真讲起来是介特别，或是讲敢若有小可怪奇，还是讲我即个人敢是有较古老，还是安怎吼？就是安怎讲呢？就是讲像我住咧天龙国，但是我幼稚园的时阵，其实我迄阵是无啥会晓讲天龙国的话，就是无啥会晓讲华语就对啦。主要原因是因为我细汉的时阵，阮老爸老母伊迄阵就有即个意识，伊就感觉讲就是你台语若是无，就是你即摆无先学台语，后盖可能就无机会啊安尼，所以我也会记得迄阵敢若就是听讲啦，听讲幼稚园的老师有甲阮老爸老母讲即个囡仔是毋是敢若反应较慢，还是讲啥物耳孔有问题啊，是安怎等等反正就是讲，主要原因当然毋是这啦，主要是讲，因为我拢是听较惯势听台语，所以伫咧幼稚园因为是华语的环境嘛，所以我就人甲我讲啥，我敢若反应就较慢。毋过即个状况其实足紧就，会使讲足紧就解决啦。就是一时啊，我就互华语洗去啊，所以无偌久我就变做华语就会晓讲啊。过来就是头拄仔讲着讲，我即摆是做流行音乐嘛，毋过我细汉的时阵其实无介意音乐，就是其实我即摆想想，我嘛无讲介知影到底是啥物原因像国校仔的时阵啊，就是逐家就是我的同学因当然是听华语歌较济嘛，我即摆回想起来，因可能较爱较济人较爱像啥物徐怀钰啊、范晓萱迄种的比较起来，我对迄正经我是无啥物兴趣，就是我毋知迄到底有啥物好听的，我无讲介爱音乐，但是比较起来，若是讲像啥物金门王的流浪到淡水啊，猪头皮的，也是讲歌手单类的迄种的，就是台语歌的，我敢若就较有兴趣，嘿，对就其实我嘛无讲介确定到底是啥物原因，国中的时阵，国中就当大人啊嘛，当大人了后，你就我迄阵我就足惊讲我甲别人无共款，我就希望我会使对着流行就对啊，所以我迄阵我就开始去，算我去逼家己去去听甲别人共款的音乐就对，所以我迄阵就去听足济华语的音乐，坦白讲我共款是听袂惯势，但是我就强逼家己去做即件代志，做一段时间，是尾也是讲听着迄落五爆一条专辑叫《手机狗叫》迄阵我就感觉这袂歹听咧，所以我迄阵才发觉着讲其实敢若家己嘛是有机会甲别人的流行行做伙安尼，出社会了后，因为我就做音乐嘛，我就有伫咧 pub 内底咧唱歌台北的 pub 大部分若台北啦、桃园嘛共款，其实唱英语的是较济但是我就较爱唱台语我学足济西洋音乐嘛但是我调的种煞敢若拢甲台语较有关系，我讲音乐的部分啦遮的物件共同点是啥？其实我尾也想想的，其实就是台语啦，其实就是台语。好，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我即摆主要咧做的，就是我咧做流行音乐的工课，做表演啊，教学生啊，写歌、编曲、录音等等，其实恁想会到的，甲流行音乐有关的，我应该拢加减有加减有捌过就对啦，无一定足厉害，但是应该加减有做过。好，除了流行音乐以外，我最近
即两档嘛，真重要的一个势头，就是甲台语文有关的代志。好，咱遮先来听一个，先来看一个影片。阿爸是一个修理奥多麦的师傅，逐日透早7点就开始做事，做到暗时10点才要休困。常常无闲甲无食中昼顿，暗顿嘛一定爱等人客拢转去啊，铁门救落来才甘愿要食。热天较才偏热甲西背啊。寒天打扫，皮肤不是予风晒甲要逼开，双手磨甲粗扁扁，修理奥多摆目着会乌油，阁会掉咧装甲芳，愈嘛愈袂掉。会记得有一摆，阿爸苍蝇过共款，先摕一块清气的倒布来拭手，拭完才替人客甲车牵回门口。但是人客硬要嫌阿爸的手垃圾，一颗臭面无大紧，阁摕纸巾仔拭规部，袂输阿爸摸过，就会害人破病共款。尾啊，钱等咧，就细细念，气噗噗走啊。毋过，不管拄到什么款的人客，阿爸总是门门仔笑，叫咱毋免甲因计较。但是看伊受委屈，做囝儿时势，实在是真毋甘。逐暗铁门救来了，阿爸拢会叫我替伊摕一个杯仔，倒一寡高粱，无开电视，定点一趴火客厅，四边拢点静静。伊甲我讲，逐摆啉烧酒，拢会想着恁阿公。恁阿公逐摆若膝头做了，我拢会传人的杯仔，陪伊拾一杯啊。听伊讲今仔日拄着什么酸甘苦涩，真，恁阿公转去啊，杯仔剩一个啊。我的大树无伫咧啊，但我嘛真做恁的大树，守护咱这个家。所以阿爸较辛苦寡袂要紧，会伫咧含家己的囡仔啉一杯啊，会使参我甲恁阿公同款，毋管咱生活偌艰苦、偌无用，拢已经足满足啊。好，差不多这个影片，迄就是我伫咧2019年所做的一个叫做《阿爸的酒杯》的影片就是其实嘛是差不多迄段时间开始开始有接触到一寡台语文的工课是安怎我会接触遮个物件？其实爱为即个2018年开始讲就是迄阵2017年我结婚2018年就是阮某大巴肚迄阵因为我就开始思考着讲，就是我爱互阮囝一个啥物款的教育所以迄阵我就想讲，我就想着台语应该是我有才调而且嘛有嘛应该爱传落去应该爱传承落去的一个语言一个文化安尼所以因为我惊讲虽然我认为我家己会晓讲啦但是我嘛是感觉有足侪语序足侪词类我敢若讲敢若较无遐确定所以我就伫咧2018年3月，我就去参加基进的咱台语读写班就是甲阿辉老师学台语学台文安尼迄个课差不多4个月上完当然我就学着足侪物件，我感觉足新鲜的、足趣味的，我就足想要分享互大家知影安尼所以就尾
我着伫咧9月，我着开始做一寡影片吼，我着创一个叫做台语冷知识的一个频道安尼。吼啊，一直到2019年，就是台语台成立嘛。啊，台语台成立了后，就开始有较侪机会使接触到即个台语文的工课安尼。即摆若有一直有一个说请求注解共用的内容，这是啥物意思？我是爱有绝还是爱核准？遮搭无看到呢。啊？我安尼我所跳去，这是啥物件？你会使这是家己北方诶，哦，你北的方的公园，可能无说你去市着北方，北方吼，伊有一个电子北方的公园。我即摆要安怎甲关掉？因为头拄仔是就电子是这北方，红你搁冰分享，风，你搁家己的物件搁分享一遍。你退出分电子共用啦，了后才搁再共用一摆，好无？好，我经过用一摆。好，搁转来啊。好，这就是台语冷知识吼，就是我迄阵做的一寡影片啊。尾啊其实就无要做，是安怎无要做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毋是，就是我其实无做影片的背景啊，我是哪做哪学所以如果拢是我家己一个人做，所以我迄阵做一支影片要做10外点钟，真经足开时间的。开时间是一部分，另外就是讲尾啊，其实网络顶的资源，我感觉敢若有愈来愈侪，而且台语台嘛成，就是尾啊有台语台嘛，搁华西啊、台南妹啊等等，反正就是有愈来愈侪类似的物件，就是愈来愈侪甲台语有关的物件啦。我感觉我着爱应该甲时间开位比较起来，我较专长的物件面顶去，所以尾啊台语冷知识我着电脑无啥咧制作，但虽然无啥物制作，但是就是讲，我咧做遐影片的过程当中，我其实学着足侪物件的啦，嘿因为安尼就直接着一寡老师啊，熟悉足侪人，就是自迄阵开始，就开始豆豆去直接一寡甲台语有关的工课，包括讲迄落字幕的听拍、校对啊，翻译啊，当然我有写一寡文章，录音嘛有，像讲卡本，我嘛有写，就是逐工大家有看迄个逐工一句，迄卡本有寡卡本是我写的，安尼，好，除了台语文，甲音乐以外，我即摆阁有一个足重要的工课，就是做人的老爸，即嘛开我足侪时间的。2018年我大汉囝出世了，我着2019年，伊1岁时阵，我着带伊做伙去参加台语罗共学团。台语罗共学团因为等下迄落雅茹分享所以我着莫讲伤济。上主要就是讲，因为我着听着因做足侪代志，其中一项代志是因会改编迄个囡仔歌，是讲伊甲啥物生日快乐的歌改编做适合囡仔唱的囡仔歌，是讲甲啥物古典的一寡音乐改编做囡仔歌，我感觉足趣味的。但是就是我感觉一直改编嘛是无意思嘛，我就感觉应该家己开始创作，我着鼓励大家啦，就是讲我鼓励大家做伙来创作，就是鼓励遮个家长毋管你是有音乐基础的还是无，不要紧，反正你就是拢试看觅，你尽量创作，你写的物件无完整嘛不要紧，反正我有基本的音乐的专业，我着甲你想办法甲你调整互较完整的安尼，除了创作以外，阮嘛有办一寡像这叫做台语亲子乐器体验，我着因为我的舌头的关系，我有熟悉一寡普罗的乐手嘛，我着招因来教遮，就是用台语来介绍一寡乐器，遮个囡仔，
其实大人嘛会使做伙学啦，就是来熟悉遮个物件咧，熟悉音乐，熟悉乐器。头拄也讲到创作嘛，当然创作这就是若累积到一个程度阮嘛是有按算要来甲变做专辑应该是今年年底啦，今年年底应该就开始募资因为即摆已经咧制作啊照理讲应该是会付才对若会付明年应该就会发行。好即摆咱先来听一条即条是有可能会放咧专辑内底的歌大家先听看觅，即条叫做《牛仔》。即条嘛是阮共学团的立宪一位妈妈写的。日头牛仔，昏红牛仔，树仔牛仔，花蕊牛仔，阿爸牛仔，阿母牛仔，朋友牛仔，牛仔牛仔，牛仔牛仔吃饱未？牛仔牛仔吃饱未？你好无？我真好。你好无？我真好，牛仔牛仔，大家拢牛仔。好，时间的关系，咱听一段就好啊是安怎要做这个专辑其实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阮希望讲会使透过这张专辑会使突破这个同温层，就是讲，我希望会使摕这张专辑去上一寡节目因为其实大部分的节目伊是商业电台嘛，商业的节目所以你无可能无代无志走去遐去讲你的理念无可能无代无志去遐讲恁着要讲台语恁着要甲囡仔讲台语台语爱需要传承啥，无可能讲这。但是你若有一张专辑，你会使讲我要宣传这张专辑我去因的节目宣传但是宣传的过程中，咱就会讲着这张专辑是啥物人做的就是遮个家长遮个家长是咧创啥，就是会使透过即个故事去甲人讲会使去甲咱的想法去传互基本上是原本台语口仔较无法度直接到的人安尼对，这是阮目前的想法啦。当然这还袂做就也毋知毋知效果会安怎，但是希望是会使安尼做包括就是讲阮其实做的歌有诶是像讲会使跳舞的是啥等等阮是希望会使像讲一寡幼稚园会使，阮也会使拍入去幼稚园嘛最好诶就是会使互国较侪华语的家庭有机会会使接触到即个台语的议题安尼好搁来听一条歌。我爱心洗手，你看我大衣啊，最壮好开，身体用我换的，嘟嘟的，出春的，三分花开四的，老体温加冷水，要哭哭啥，无效果的物件，莫摕来打，总是冲冲冲的，一群的，等啥着，莫好白都吃着。共阮到遮就好像头拄仔迄歌就是共款，就是阮会找足侪囡仔足侪囡仔来跳舞就是希望会使透过鼓吹的囡仔互大家较有法度接受安尼即条嘛共款，可能会收咧专辑内底，大家听看觅，内底嘛是有放足侪囡仔的声音这 MV 还袂做，但是阮迄个舞已经编好啊嘛是希望会使甲囡仔大家做伙跳舞的感觉安尼看完舞要开始了。准备。
市，谢谢嘞，食肉丸，好食，食甲真欢喜。好，共阮听一段就好吼。啊，这条嘛是，这条是旧年的过年的时阵，吼，阮就做一条歌，新年快乐，大家听看恭觅。喜发财。进来，放炮啊耶！哎，祝你新年快乐，新年大发财啦！红包起来，红包来，红包来！团圆过年时，桌顶有肉，搁有鱼，大好气呀，大好气！你看甜甜甜，团圆过年时，囡红包收袂离，真欢喜呀，真欢喜，笑声满满是。祝你牛年大福气，大福气。好，安尼就时间敢若嘛超过啊，真歹势。好啊，就是大概安尼，我今日分享到遮，吼，感谢大家。好，感谢阿燕的分享吼。时间的关系吼，迄个我敢若补充一点，就是拄则咧唱歌的吼，Vivi 陈映璇吼，就是咱阿燕的看手啦吼，介绍者安尼。迄个歌声真甜吼，迄个介贤唱安尼吼。好，咱感谢即对翁仔某的奉献啦吼。好，来，咱第二位呢，要来邀请咱的玉轩。玉轩伊是即个目前经营乐创亲子共学空间，伫咧台北的后壁，一个算作是厝内即个古早老来厝，佮甲即个整理了后，来做即个。空间呢，即个要说互人办活动啦，等等安尼。咱详细状况来听伊讲啦，吼。虽然讲伊是才拄开始咧学台文无偌久啦，吼。总是真用心、真热情，咧想各种的撇步，想要啥人来学台语也好，接触台语也好，伊的即个对空间的布置啦，活动的设计用足侪的心神啦，咱来做伙听伊分享，玉轩。安尼感谢有，有，好，多谢。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玉轩，我是代表乐创亲子共学空间来甲大家请安。即马咱来看一下咱空间的简单介绍，安尼敢看有？请问安尼敢看有？有啊，即马有啊。好。因为足侪人无了解讲啥物是共学空间，也是讲无人了解讲啥物是出租空间，我就简单介绍。阮是咧台北车头附近，伊毋是补习班，嘛毋是餐厅，伊就是你若是有空间的需求，譬如讲你想要办一个 party， 还是你要办一个活动，你就会当做即个空间。也是讲要做厨房还是要办啥物活动？阮空间就是讲，因为我家己有囡仔嘛，所以我就希望讲即个空间会用的是亲子友善，还是讲母语友善安尼。大概情形是安尼，差不多有25平左右，会当互大人甲囡仔，若是囡仔啦，就是大人甲囡仔有空间的需求的人，来做使用，伫咧台北车头附近安尼，阮有厨房咧即个空间的备办的进前，我细汉是咧长老教会大汉，我是伫咧长老教会大汉咧差不多我囡仔3岁的时阵，我发现讲，因主日学的运动会，就是差不多自细汉到大汉，所有的囡仔拢无人咧讲台语啊。逐个祈祷干剩2项代志是台语的，一个就是谢饭歌，就是写饭歌；另外一个就是主导文用背的。安尼就是这2项用背的物件是台语的，其他拢毋是啊。这甲我细汉的时阵是差足侪，所以讲
搁另外一个是，就是人即马讲网红嘛，就是 KOL，就是阿华山有翕一个影片，伊是讲台语你要失传啊，是为虾米安尼？啊，我看了即两个影片了后，我看到伊迄个影片，甲我亲身咧教会中间看到讲啊，真正拢所有囡仔，因为虾米牧师也是迄款牧者，因无爱讲台语的主要原因，就是因惊咧讲囡仔听无，祈祷无感动嘛，惊咧讲就是教会的人、少年人无愿意参与，因为听无嘛，就会走去华语的教派，还是教会去。所以讲，我真正伫咧教会中间看到讲哈。连我感觉就上届定定使用台语的教会拢变甲无共款啊。当然教会有教会的问题，毋过阮咧带囡仔的中间，也是讲办活动的中间，就是看到讲啊，真正咱平常时啊感觉定定听到的台语，渐渐咧无去啊。所以讲，我就想讲，我一定爱。对我的囡仔来讲台语，因为我家己细汉5岁进前是阿祖带的，所以讲听讲啦，我5岁进前台语是足认真的，听讲是安尼啊。啊，毋过了后落去读书啊嘛，读书了后大家拢讲华语啊，转来厝爸爸妈妈嘛是会讲台语，毋过因嘛是大部分拢用华语咧甲我讲话。我毋捌叫我的阿公阿嬷叫爷爷奶奶，毋过即马我拢要考出来啊。即摆阮小弟的囡仔叫阮爸爸妈妈叫爷爷奶奶，我感觉足奇怪，为虾米是变做安尼？啊，我相信大家来即摆会参与即个会议的成员，有咧听的人，应该拢是算是台语还是讲台文的即个同温层、共温层。我甲拄则阿恩。就是拄则分享的安尼，状况差不多，阮拢是台北人，拢是1985年出世的，拢是差不多共年的。啊，我相信大家拢是有无共款的原因刺激你，所以讲你才感觉讲啊，真正即个台语是咱大家拢需要共同来拍拼。啊，我今日来甲大家分享吼，就是。我决定家己开始对家己讲起来，甲厝内人开始讲台语了后，我教阮的囡仔讲台语，啊，我就发现讲即款台文的绘本，我家己拢看无，我拢爱用摇的，我拢爱用扫 QR code 的，连我家己拢看无，我的囡仔哪会看有？所以讲，我就邀请大鸿辉老师来教阮台文，我就。主要是因为台文的足侪课拢是咧暗时仔的时间，带囡仔爸爸妈妈拢会较困难，因为因就是要带囡仔嘛，带囡仔就是因生活的一部分嘛，所以讲无可能因为家己想要进修，啊囡仔就囥喺边啊，所以阮就办一个专门针对爸爸妈妈嘛会当带囡仔来上课的台文课，啊，真正有办，这就是少数中间的少数。咧，我学台文之前，我就办一寡活动，是甲台语有关系。为虾米我强调台语？是因为即摆无论是台语台，还是即个台语的即个课本啊，即寡对，我的囡仔咧边讲，咱会讲是台语，大家拢是较讲台语较侪，所以讲我是想要教阮的囡仔讲即个腔口真差嘛，是真趣味的代志。若是讲台语无去啊，安尼即个腔口差嘛无去。啊，我咧计划即寡活动的时阵，头一个拄着的问题就是，若是你要去找英语的资源，足侪网络顶悬足侪，无论是歌，你要办啥物活动的主题拢真简单。毋过像我家己旧年的感恩节的时阵，我就想讲来办一个做胖的活动。毋过自歌开始，亲像看囡仔的手拄则有分享吼，因有家己创作足侪歌即寡的物件。啊，若是你毋是专业人士，你要安怎？你要办活动，你要有歌，要有绘本就爱讲授权的问题，因为你是公开要收费的活动，就会拄着即寡的
问题的时阵，你要安怎来解决？你若是拢毋是你家己的创作，你要讲伤快，要安怎解决？我就感觉袂晓台湾足痛苦的，因为爱四界共问啊，对800遍还是写毋对啊，所以我就决定讲，我一定爱家己落决心来学，了后学半年的时间啊，嘛认识足侪做伙想要拍拼，甲囡仔讲台语的朋友，啊，搁续落来嘛，因为学台文的关系，啊，熟悉足侪好朋友，感觉真感谢啊，大家当做伙来学。搁续落来，我想要甲大家分享的是，其实咱一直咧甲大家讲，大家来讲台语哦，大家。台语你要无去啊？哦，客语你要无去啊？哦，原住民语你要无去啊？哦，啊，咱大家进来哦。毋过我感觉事实上，我的观察就是讲，有足侪人因为有啥物认同感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因感觉这甲因无啥物关系，就是若是无去，甲因嘛无啥物关系，就是认同感的问题。所以讲，亲像阮翁伊是。因爸爸是客人，啊，阮大家，阮大官是客人，阮大官是客人，大家是家己人，所以伊对客人的部分就客语甲听甲讲，伊拢袂晓讲，啊，写伊嘛袂晓，所以讲我问，有一工我问伊讲，若是客语消失去，还是讲你对客家的文化有啥物感觉？伊讲无感觉。啊，若是客语消失去，你有啥物感觉？伊讲无感觉。安尼就表示啥物？就表示讲，伊虽然血缘上面是客人，毋过伊对即个文化无了解，啊无认同，无认同感啦，毋是讲无认同感。所以讲，我感觉台语嘛是共款。就是讲，若是大家对即个台语，譬如讲，阮办台语的活动，有一个人来讲，你哪会遮贵？你毋是要推广，你哪会收遮贵？你迄台文课哪会遮贵？迄就是表示讲，因无了解讲，其实你办一个台语的活动，甲英语的活动，其实迄老师吼，因要准备的时间是变共款的，啊，而且无一定讲，其实恁知影无？若是你要办一个英语的活动，你要找所谓，即马逐个家长拢真介母语人士要来教，迄老师有当阵是凊彩教呢。啊，毋过你若要办台语的活动，你是爱足用心准备的，家己写歌嘛好啦，还是讲准备迄歌内容是真正爱开足侪时间。我感觉为虾米家长也是讲即寡民众因无愿意？伊无愿意，互台语一个平等的定价的无合理，因无愿意出即个钱，就是因感觉无价值嘛。那安尼，咱是要安怎甲因推广啊，甲因推销，讲毋是甲因讲，大家来讲台语就好啊哦。咱是来讲，为虾米即件代志是足重要的？我学台文了后，我感觉上界大的变化，甲无共款，就是我看台湾，我看即寡咱平常时咧看的物件，我有无共款的新的眼光，就是我搁较爱即个都市，我搁较爱即个咱共同徛起的所在。我对台湾有搁较侪文化的了解，我嘛愿意教我的囡仔。有搁较侪了解台湾，我相信就是爱开时间啦，就是咱爱对家庭开始，啊，甲囡仔讲台语，互伊了解讲为虾米咱即马爱讲台语，为虾米我讲华语就好啊，搁较轻松就好啊。毋过毋是，我无反对伊去学英语，还是其他的语言，迄甲本土语言迄是两个无共款的代志。我感觉这是足重要的。啊，毋然我对我的囡仔讲，爱开时间，爱互囡仔对即个语言有建立感情，安尼后摆伊大汉了后，伊会当家己选择，伊要讲啥物话，迄拢是伊家己的自由。毋过上介重要的，毋是
你讲啥物话，上界重要是你会知影讲你对倒位来，你是啥物人。好，讲啊有淡薄仔激动，多谢大家今日简单甲大家分享，希望大家拢会当豆豆啊，豆豆为家己身边的人开始啊，互无论你咧啥物所在啊，无论你是做啥物工课，用你家己的方式，你感觉会使的方式，甲你身边的人开始讲起你的认同是啥物，啊，你为虾米认同台湾，啊，认同即个语言是啥物，你感觉重要的是啥物，甲你的后一代讲，甲你的身躯边的人讲，啊，大家平安，今日到遮。好，感谢药酸吼，因为药酸的即个对家己腔口的注重吼，已经伫乐通亲子共学空间吼有试办即个专腔的活动啦吼，就是讲嘛希望加找我讲专腔偏专腔台语的遮个朋友先进吼，来加分享安尼，看会当即个腔口嘛虽然较弱势，嘛是会当搁继续来生团伫个伊个即个空间嘛，特别强调爱台湾、爱台北吼，感谢药酸的分享啦吼。好，过来咱第三位咧，要来邀请即马伫个网络媒体吼，即个阿草来担任总编辑的即个韩俊吼，韩俊吼，来甲咱分享伊的台语咯，韩俊。大家晚大家好。好，我的这个 PowerPoint。安尼大家看有有，好，请开始。我就开始讲。好，大家好，我是韩俊。我1989年生，今年要满32岁，所以大概人算少年啦。我本身是台南人，阮妈妈迄边是客家人，阮爸爸迄边是为高雄的家庭来安尼。所以伊迄个安慰林老师迄本册拄仔是两个有较特殊的腔口的所在，是。较拄仔即个洪慧老师有介绍，我即摆伫一间网络的媒体咧做即个总编辑。我家己本身嘛有做一个产业工会的理事安尼是。我家己本身是读历史的，我拄退伍的时阵，我一直拢咧做媒体的工作。拄退伍的时阵，咧做即个记者，迄时阵差不多做单位，其实本来不想要去做记者，有去即个教育部下骹的一个单位叫国教院，伫即个三峡，伊迄是专门咧编即个课工的对。所以我对迄个时阵就嘛有观察到一个点啦，就是讲对咱即个伫教育部内底咧务即个因诶，其实对，因为迄个时阵拄好嘛咧，就是争取讲即个本土语文诶课，爱伫国中诶时阵爱必修一节课嘛，迄差不多已经是7、8年前诶代志。迄个时阵，嘛伫遐嘛了解讲教育部诶人其实对即个本土语文诶物件，其实真反感反对啦。迄内底其实大部分诶。即个单位大部分的研究员其实拢是读中文，迄个时阵就发现讲伫咱的体制内底有即个问题。我伫遐嘛差不多同我，尾搁来即个网络媒体草。我伫遮真久4、5年，到即个19年的时阵，公司台开台的时阵，即个台长董宇兄甲找我过，我伫台遐嘛差不多做两年外。今年的3月份，才搁转来即个网络的媒体草安尼是。我伫台尾期的时阵，嘛有就是甲即个朋友做伙出一本即个唐德宗的红仔册，迄算头一本台文的红仔册，是算较大间的出版社时报出。我等下到后壁较来分享。我本身是读历史的，尾原底伫我草的时阵，因为工课的关系，因为阮拢主要是做立法院的新闻，所以有做去读法律的物件。迄个物件我读了后，就是想讲搁要学物件，就是看到即个洪慧老师开的即个台语文的读写班，我就去参加。尾就是上算半当18节的课。我甲第一个分享的经验算是共班共期的同学啦，
对，尾了，就开始豆开始有咧接触做台语文的朋友安尼。旧年时阵我嘛有去考即个教育部台文的鉴定。我干嘛跳这出？好几页。因为我伫遐抄，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抄是啥物款的即个媒体。阮过去做过啥物，甲讲到我是安怎去台语台，伫台语台的一寡想法，搁做迄个唐伫种的红牙册，搁上尾转来讲我即摆伫遐抄做即个台语文的推销的一寡想法，安尼好。抄即间公司成立差不多7档，是伫2014年的年底反正2013年的年底成立的，差不多7档外，员工差不多20个人，阮的即个 Facebook 的粉专差不多有25万人，一档的经费差不多1300万，拢是靠大家定期定额的支持，是有公司的，阮是毋是讲是阮毋是干那是一个粉专尔嘛，毋是讲就是用 NGO 的方式登记，阮是就是公司，对。一般真侪人会讲，阮是毋是即个华语咧讲的倡议团体，还是讲社运的团体，还是一间媒体？阮家己的定位是讲是算叫做倡议媒体啦，就是讲一般媒体拢会讲阮做就是中立、就客观的，就是袂讲特别挖到一个方向。毋过阮就是做一个基本上就是有立场、有观点的媒体安尼。这是阮的对我讲的，就是讲阮袂想要讲做一个就是不管啥物物件拢会做各种的观点拢会平衡报道的媒体，是安尼。好，这是几个时间的点，就是讲这间公司像伊这间公司的成立是主要是即个2013年7月的时阵，就是有即个洪仲丘事件嘛。迄个时阵就是有一个团体叫即个公民1985，对。迄个时阵主要要杀一个物件，就是即个军神法的即个废除啦。迄个时阵就是一寡少年朋友就发现讲，即个其实以各国的政治内底，立法院是真重要的即个战场，所以迄个时阵，伫迄个7月份的事件了，阮即个公司的股东就招迄个时阵，即个1985的几个少年啦，甲即间公司成立起来。伫过段间的2月，就是第一篇操作的新闻就出现起来。迄个时阵主要就是讲要做国会，毋过迄个时阵佫毋知影讲，迄当的3月就是爆发即个318运动即个代志。因为迄个时阵变做立法院变做是即个台湾政治的焦点，所以迄个时阵就是即个媒体的名声较大起来。其实我是迄当的，佫过段间的5月，较加入即间公司的，所以头前遐物件其实我是无参与着。尾仔来我来了后，就是迄个时阵是顶摆就是咧舞宪法的修改。我来1个月时阵就发现讲，发生就是即个进行一个执行长留任的事件，一寡朋友可能知影迄个事件，迄个时阵甚至有讨论公司要收起来无，毋过尾仔嘛是继续决定，继续行落去。所以一寡台湾这几档较重要的事件，包括高雄新换即个克公，2016年的选战，民进党逃办即个完转即届。了开始舞国民党的东山，甚至迄个时阵因为落计划的修法，就是一寡较法律较相关的物件，基本上拢是阮主要来处理的物件。到2017年的时阵，就是迄当时日拜事件的70周年，嘛是解严的30周年，阮拢有做相应的物件，等下可能嘛有机会看到。迄当就是因为我较拄做迄2个物件，日拜70周年的物件，解严30周年的物件。文化部感觉阮做即款物件的讨论袂歹，就邀请阮来做即个中正庙转型的讨论的计划。所以迄我嘛替文化部办即个中正庙转型的计划，舞嘛差不多1档。迄个时阵迄个时阵是内军咧做部长，不然想讲舞了真正要做结果做了嘛过3档，哇，基本上迄个所在嘛是佫无啥物震动啦，这是较可惜的物件。尾仔就是即个拄就是2018年的时阵，就是拄着即个地方的大选嘛。阮迄个时阵有做即个市长辩论的即个 fact check， 就是讲因咧辩论的时阵讲话对啊毋对，伫直播的时阵，伫辩论直播的时阵，就随用即个镜面跳出来讲，伊即个人讲话对啊毋对安尼。迄个时阵嘛，得到真好的效果，足侪主流的媒体，包括即个《澎哥日报》拢来报，所以阮时阵做了嘛，感觉真有成就感。结果
年底选举选变个输票做侪就对啦。迄个时阵股东本来是想讲要甲公司收起来，就讲安尼做，当然无啥物效果，就是敢若效果做好，毋过选举的即个毋是因期待的方向啦。啊，尾仔就是嘛是阁有继续做落去。毋过即个18年的即个选举的结果是我隔长工，就是19年的6月。就是当伊遐找我过去台语台，我决定要过一个嘛正重要的原因啦。就是讲咱伫网络做这其实有一定的限制安尼。嘿，啊19年就是年初即个习近平的即个和平协议啊，即个资讯战的物件安尼。嘿，所以我尾仔就转去过去台语台。嘿，啊今年3月份我搁甲转来即个阿草，嘿，啊即倒是转来算做甲负责主管的工作安尼。啊，阮即个5月的时阵，可能一寡朋友嘛有看哩新闻，就是发生即个林主义的事件，啊，这嘛是我转来的原因，安尼是好，安尼我好，这就是阮即个过去做的一寡较重要的物件啊，这拢点过拢有迄个啦，毋过时间的关系，我就无要全部拢点过，就是年经的改革的物件，就是这拢较深较难，阮就有做一寡图表。啊，效果拢袂歹，互大家知影讲，会想要要做即个物件，想要要改安尼。啊，即个咧计划咧修正是安尼，啊无。啊，228咧事件，即我小点一下好啊，因为即可能甲台语文小可有关系。伊这就是阮做一个地图，啊，互伊就是会当为即个228事件的时阵伫倒位发生啊。每一个点就是伊会安尼震动，就是讲，哦，即个事件是伫台北市的倒位啊，绘即个地图安尼，做无啥会震动，我大概感受是啥物情况。好，啊，这是228的地图，嘿，啊，过来是。改阳30周年，阮做即个物件，可能有一寡朋友嘛看过。啊，即个物件算做了真成功。阮后台有升过即个物件的人，就差不多伫台湾的差不多有超过200万。啊，咱较特别的是，伫中国的社群嘛是拢有传即个物件，所以迄个时阵引起真侪讨论。啊，迄个时阵的文化部的部长第2军嘛有伫一寡场摕即个物件出来，算互大家看，讲诶，咱即摆用即种方式来。讲过去的历史安尼，对，这算阮较代表性的物件。啊，即摆即个物件，佮一直有一寡高中的老师有伫校咧，就是用这互囡仔了解即段历史。啊，这就是讲，阮做迄两个物件了，就是文化部邀请阮来做即个，就是中正庙的讨论安尼。好，啊，就到即个18年的即个选举，阮做即个 fact check 的物件。啊，就是毋过迄当诶年底诶选举，就是互阮个人甲公司诶大家拢上诚济啦。就是讲，即个讲咱即个拢想讲韩粉毋是讲咱诶同温层，这是一定诶。毋过甚至迄个时阵咱嘛发现讲，一寡台派中北诶社群嘛，毋是一定就是咱诶共文站。像譬如讲，我会拢。讲即点我乱估一个例，譬如讲电信组，伊讲想讲伊一定独派台派，毋过若是阮迄个时阵我就放，因为我家己是阮阿嬷拢听伊电台啦，啊我家己若转去庄脚下甲开车的时阵嘛，拢会放者来听。啊就讲，其实伊诶足侪观点诶看法，甚至投票诶意向，拢其实甲咱诚无共款诶，所以我拢会估即个题。啊，甚至迄个时阵迄当嘛，讲迄个时阵其实南部诚侪台语诶电台是真侪。少年家咧主持，毋过因诶观点、投票意向，其实拢是诚轻重诶啦。所以一般年底迄个选举诶嘛，是互阮家己即安尼。所以尾仔19年诶时阵，当伊遐邀请我去即个新安界，就是做即个节目诶企划，我尾仔就决定去安尼。就离开我嘛伫遐诚久诶暗草。嘿，啊，我伫即个公司台台是即个开台前诶1个月报的，伊是7月1号开台嘛。我差不多6月初去的，嘿，啊，这个节目基本上就是迄个时阵，伊拢是讲要做台语版的即个有话好说啦，就是有话好说是原底公司一个算诚久的节目，已经就是做差不多13档啊，嘿，算诚有品牌的一个节目。啊，基本上迄个时阵台湾新安界就是要做类似安尼的节目，嘿，
啊，像迄个时阵，阮的制作人嘛是为即个有话好说过来。迄个时阵伫遐主要做的工课，就是想讲，今仔要讲啥物题目，啊，要找啥物款的来宾，甲做字卡，啊，甲落标题。啊，落标题基本上就是甲咱即个台语文上有关系的物件，因为前3项基本上你伫话好说嘛是拢做共款的代志。毋过落标题，因为迄个节目迄个时阵就有定讲咱爱写台文的标题。虽然多卡的字嘛是拢个写中文，毋过即个节目咧走的时阵，下骹的标题就是来宾哪咧录影，啊，咱哪写，即摆来宾讲的重点是啥，爱讲的新闻的事件是啥物，迄拢就是现场，就是爱直接写台文的标题，安尼。啊，这是用就是台语一寡词的表达，要安怎表达新闻事件，是一个真有影真深的学问。啊，加在迄个时阵有像洪辉老师安尼过问，通问问，对。啊。就是即款工课做了较知影讲，譬如讲即摆已经真侪线顶的字典通用啊，毋过就是做这开你会发现，其实顶悬的数咧更加无够啦。啊，尾仔就有问题，即本册洪辉老师介绍的，就是华台对照点，是即个hen国先甲即个顾老师编的。啊，即本册对我2当伫即个台语台做即个标题工课，其实帮助真大。嘿，所以即本册建议大家当去买。啊，迄个时阵咱拢会想一个问题，就是讲新闻甲台文倒一项较困难。因为阮过时阵，像我家己算新闻有捌过，啊台文嘛有捌过，安尼过。毋过迄个时阵，咱迄个时阵去台语台就拄着一个问题啦。因遐真侪是就是新闻背景的人，啊，其实对台文，就咱讲是完全无了解，啊，变做要来做就是台语台文的新闻的工课，就是需要学真侪时。需要开时间去学台文啊！一方面，迄个时阵嘛有真侪是台文系毕业的学生，啊，甚至原底咧做台文事工的人来台语台，毋过因对新闻就是无概念，对，啊变做迄个时阵就是讲，有的同事是安尼，就是伊新闻底，毋过毋捌台文；有的是台文底，毋过伊毋捌新闻，啊，变做即2种人要来做咱即个台语台工课，就是拢感觉真困难啦。啊，要找倒一种人较好，就是有新闻底来学台文，还是有台文底来学新闻？到即摆就是拢是带来，搁咧讨论即个物件，经验是安尼。好，因为我已经离开啊，有一寡话可能但是搁伫内底即个朋友无方便，讲我嘛趁即个机会甲大家分享啦。就是讲原底内底即个台语台真一个主管是为公司来。啊，因其实对台文是啥物物件，甚至讲咱台语文运动上无嘛30-40人，甚至搁较久重要的要义反感的代志是啥，因其实无啥概念。所以有时阵甚至会做一寡讲，咱感觉对台语文真机械的话，还是讲题目，可能就讲就是讲北台做的煞，咱台语台哪会当做安尼物件？其实我感觉这是伫台语台，互我感受到一个问题啦。啊，第二个就是可能做台语文事工的朋友嘛，定拄着，就是讲迄个时阵，因为阮算拢写台文的标题，啊，拢一直看到观众来讲，讲看无台文，伊听台语，毋过看无台文，希望讲阮改中文。啊，一方面嘛，有真侪优点，想讲啊，咱写台文，可无够台文，就是应该要加用到马字安怎呢？就是阮变成硬立场。啊，对第一种问题是，我的立场是拢迄个，若是真正有观众，伊拢会写即个书面的即个物件啦。啊会嘛，我都讲，我今仔看德国之声伊个新闻内容，我嘛感觉真好。啊，我听无，我总是爱家己去学德文吧。袂当讲，写一个批去叫德国之声，你哪毋讲改做中文的字幕，互我了解安尼。所以我个人是感觉真奇怪啦，就是大家毋捌台文的人，啊，看台语的节目又介意想要听，结果伊就是毋家己去学台文，等到头过来讲叫咱爱改中文。这项代志伫我这。伫台语台2当，其实拢加减会发生即个代志，所以讲啊，甚至迄个时阵，阮譬如讲这做题啊，是一个主管，甚至会想讲啊，真正要来改做中文，互即个收视率较悬的，无较侪人看无。毋过即点我是感觉真奇怪，至少伫我伫个时阵，我拢真坚持，袂当用安尼就去改啦。啊，目前至少嘛无听讲要为即个方，即摆有一寡节目伊会加中文的字幕，就是有台文嘛，有会加一撮中文的字幕，安尼。啊，这嘛是伫台湾要推即个台文。会拄着一个困境，就是大家袂感觉台文是你一个你看无应该去学的物件，对。
较多啊，这嘛是较第一点，有小可干的，就是讲即个原底即个公司内底的人对台语文其实真歧视啦，因真侪拢是就是过去即种主流的价值观。我感觉若像我过去伫教育部的国教院安尼，就是因袂感觉讲台语文是个真正经的即个学问啦，甚至因拢会笑讲啊，即个公司台语台是互即个台文的学生的即个建教实习、建教合作的一个所在啦。我是拢叫因讲是叫因华语台，因内底内部拢家己讲家己是主频啦，因为过去13台主频嘛，公司2台、公司3台，即摆咧报即个25年拢大部分拢第3台做，所以拢关系讲13台是主频，台语台安尼。迄时阵听了就感觉真奇怪，啥物因是主频，安尼毋得其他的人拢是人客，所以我是拢叫因华语台。因为我咧讲嘛，开始有一寡人对我安尼讲，嘿。所以就是因迄内部，就是对台语台其实无甲台语台看做一个甲因平等的一个台啦，讲实在是安尼。佮一点嘛是，这点我嘛是感觉真奇怪，就是讲，即个台已经成立2档对即个主管，也是讲其他员工的台语文的程度拢无要求，所以台语台开报到打2档外，佮诚侪台语台的主管是看无台语文。我对于这点就感觉真奇怪啦。今仔讲迄个时阵，若是要母一个公司的英文英语频道，敢会当接受有公司即个英文台的主管看无英文的？毋过咱即摆台语台诚侪主管是看无台语文的哦。佫一点是迄个时阵一个感受啦，就是遐时阵有一寡员工的品性无介好，毋是来做台语文书工的，拢咧母一寡有诶无诶啦。好，这点就莫去讲，超过啦。迄个时阵就是我有甲即个同朋友，就是做即本唐德宗台文的网架，嘿。我感觉这一个真重点，就是讲，阮是规本拢台文的，考虑到一寡人可能看无台文，阮就是有出一本细本的华文的挂伫后壁。我感觉这是一个真重要的宣示啦，就是讲这是台文的。分会歹势20分我阁讲5分钟，就是阮以台文为主体，甲华文变做挂符，就是细本嘛你用黑白，即个咱台文的用彩色的，这是一个我感觉真重要的一个，而且因为这是第一本伫主流的出版社，西本算真大间的出版社，伊甲即个旺中集团是无关系啦。迄个时阵，即个瑜伽甲即个物件拢卖了的时阵，因为甲出版社家己留的。所以这个出版社佫是算要安怎讲呢？毋是至少毋是轻重的啦，所以因愿意出这本册嘛是无简单。对即个做这本唐德宗翻译的册，就是一个即个嘛是有一寡即个心得分享的代。即个画即本红仔册即个画家，就是我较早伫阿草的同事啦。即摆人嘛搬去台南咧住，一寡人可能嘛歹叫崔爷。其实是本来原底是一个。毋捌，甚至有淡薄仔轻视台语文的人啦，所以迄个时阵册出的时阵，有一寡人因为是纯洋话，甚至讲要抵制这本册，这个情我嘛知影。毋过我认为伊代表的基本上就是一种主流社会对台语文的态度啦。加在我的捌伊嘛，加在伊捌我，所以迄个时阵我就讲，出这本册来会当出台语文。这个时阵我就来讲，其实咱政府的态度真重要。若是无文化部伊有一个即个补助本土语文创作的即个计划，基本上就无一本册，因为伊家己要出这，其实迄个时阵伊无啥经费我就去甲讲，你即本若出台文的，会当去请文化部的即个补助。伊尾仔算，其实这是第一点甲拍动的啦，就是伊尾仔就决定讲要出全台文，尾仔就去出一本册。阮是先画好伫网络发表。伫网络发表的效果真好，虽然拢写全台文的。尾仔出版社家己看到想要来出，即个出版社过去就有甲阮合作出过其他的网架，譬如讲我写下骹即个棒球的人生赛，就是伊即摆伫咧画即个网架。迄时阵伊内底一寡拍野球的拢会讲台语嘛，迄个时阵伊就想讲，请我甲换做台文，即我原底就咧做。尾仔唐德宗即个网架，阮伫网络发表了，就是。出版社就是有来找阮想讲要出，伊嘛是毋捌台语文，甚至袂当讲歧视啦，或者是讲另外出即种本土语文卖出去啦，因为看无几个嘛。因
在凶言凶有这个想法，其实嘛是会当了解。不过这间出版社对这个台文其实一直算真支持。啊，尾我就是去出版社甲因说明讲，像我出台文的好处是啥，出台文的意义伫倒安尼。啊嘛，迄个时阵嘛有请戴顺聪老师到上讲，啊有发一篇文来讲，啊伊伫出版界算有袂少的影响力，迄个时阵嘛有看到，啊尾嘛出版社嘛决定，就是讲好，无咱即本就出台文。迄内底就是迄落，好，我继续讲啦，我讲了，佫有迄个问题，我佮头后大问。啊，结果即本册出版无偌久，就是印第三刷啦，即摆已经差不多要4000本啦，所以这嘛是一个真正面的代志，必要以后即个出版社以后较加出台湾的作品啦。迄个时阵，阮出我个人甚至嘛袂想讲，这其实会卖，就讲出啊，不管安怎，就是有一个指标的意义咧伫诶。想袂到出了，其实算卖了诚好。以这几档台湾出版的即个市场来讲，这算一本算销量诚好的册，对。啊，迄个时阵中文翻台文，才做侪先进，做了拢比我较好。啊，我关于即个物件，我感觉一个重点，因为迄是较算7、8、10当前的代志嘛。啊，所以讲法就是讲，毋若找字典尔，可能就是爱去问时代啦。比如讲一个点，就是迄个时阵要安怎讲诶？中国国民党诶军队是要安怎讲？啊，因为阮即摆来讲即个国军，敢若迄个时阵诶台湾人袂讲国军啊。我要去问一个90几岁诶时代，伊讲迄个时阵拢直接讲中国兵啦，我要就写即个中国兵。即摆可能少人会安尼讲即个讲法啊。翻译即本册伫翻台文诶过程，我感觉大概即点会当分享。好，好啊，这是较多讲即个台文诶物件啊，这是我过去报告别诶物件。讲着我嘛，哪讲一下，就是讲这甲台文嘛小可有关系，就是讲台湾的历史的教育，我家己是读历史的，就是讲其实咱正换较有就是台湾的课程啦，就是讲1997年，就是李登辉做总统的时阵，杀在认识台湾，啊，所以其实即摆37岁以上的大人是各种拢毋捌读过台湾历史的，啊，迄一点了尔哦，啊，咱是2002年以后的高中生。伫学校口学着一本的台湾历史，像我家己是2005年入去学校的，所以我是无学过一本的台湾历史的，甚至我是有读三民主义的。所以讲，即个结果就是变做30岁以上的成人，就是大人，高中是毋捌学过台湾史的，因学的台湾史拢是藏伫即个中国史内底。啊，若讲转来咱台语话，其实愈是嘛，像我即届，我个减5届的即个少年的即个朋友是伫学校是无学过台语文。差不多爱减到10岁，就差不多即摆20出头的学生伫学校口学过台语文。所以咱大家拢咧讲，即个对台湾的历史无啥认捌，其实对台湾的本土语文的认捌，比台湾的历史的经营其实更较差，是安尼。所以特别讲即点，甲大家分享一下。好，啊，我3月份转来即个阿草的时阵，做台语文的物件大概2项，我举一个2个例啦。第一是即个周英成先生，就是我转来了。我较早伫第一代时阵，甲访问做过即个咧讲即个，敢若是讲敢若是就是讲即个台湾纠察队的代志，啊，就是讲其实咱去讲你这字本来就应该写着安怎即个物件，迄个时阵有熟悉伊。尾我转来啊，抄了就是伊家己有写一个，就是伊家己甲我讲，伊想要写一个文章，啊，想讲会牵伫阮遮可能较侪少年人看。啊，我感觉这本身最大的问题是一点，因为若毋是我转来阿草，伊基本上甲阿草应该无接着线，就是讲伊大家有知影伊的物件，伊写物件算较歹啦，就是讲伫咱台文看嘛是啦。啊，我转来了，伊家己来问我，就想讲好啊，当然伊写物件，我感觉品质拢诚好，虽然是硬场甲口气拢是较歹无毋对，啊，毋过伊就来。啊，阮那时阵我看即个物件，不管哪先看出来讲，结果。就是伊的即个看的人足侪，就是爆炸的小。好，洪老师，我有看到，我知影时间超过，我阁讲1-2分就哩。即上尾一张啊，跳不出来。好，歹势，来，伫遮就是伊的是即篇第5个即篇啦，就是伊这是我转来3月到台湾即个网站看的人的量啦。啊，
等于阮差不多，我转来到即摆差不多有500-600篇的文章啦。伊这是排第5篇，就是上无7000外个人看过，啊，大人看的时间拢超过6分钟，啊，其实这是真无简单的代志。嘿，所以讲就是伊这篇文章伫阮遮算做效果诚好，我嘛是就是惊着讲，原来呢，因为本来迄个时阵叫做范而讲的物件，敢是上困难代，只是即间无法度了解。啊，第二项就是讲，我转来了，就是阮家己的影音的同事，家己有在想讲，伊要做一个台语诗的影片，安尼。啊，我毋知影是伊家己嘛有咧听诗的物件，啊，看着伊刚迄时阵看着人咧分享即个吴鹏凤念诗的物件，伊感觉袂歹。伊可能嘛知影我转来做这，也是对台语文较有感情、较有用心的人，所以就家己提案要做这。啊，我嘛做第一支影片出来，效果嘛是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要放互大家听。啊，所以我感觉我转来是讲，就是讲，互即个大家对即个讲，变做讲说台语文是讲，我过去嘛定参加即个基金会即个读册会嘛，拢学着诚侪物件。啊，毋过就是讲要安怎互咱要伊的台语文的一寡运动的意义，台语文的即个写正确台语文的即个必要的物件，安怎伫即个算讲较主流的媒体，会当互大家看着啊。透过我进转来即个操即个算嘛是有淡薄声量的网络媒体，我感觉是一个诚好的切入点，就是讲，因为我学过台文，对台语文有感情，我即摆来做即个工会，甲无学过台语文，对台语文可能较无感情来做即个工会，出来的物件就是会无共，大概是安尼，分享到这，时间有我超。好，感谢咱这是历史的即个韩俊啦吼，啊，对即个伊的角度吼，来伫伊的领域来推广即个台语台文的分享啦吼。好，时间的关系，咱先煞接过请第4位吼，咱请雅茹吼，要来甲咱分享伊的台语路啦吼。雅茹伊即个本身是伫个检察署做即个。检察事务官吼，算作是即个公务系统吼，啊，毋过就是讲伊伫个即个台语亲子共学团台语路吼，遮是嘛是参与诚济吼，啊，咱就来请伊来甲咱分享一下吼。大家好，我先分享我的画面。安尼敢有看到？有 ，OK， 好，请讲。好，大家好吼，我是牵囡仔手行台语的路，我叫柯雅茹。今仔日派我来做代表，算是因为我是阮即个团体内底上资深的啦。因为今仔日有2件上好的消息，一件就是咱羽毛球，大家应该若是有看知影咱羽毛球吼，赢中国摕到金牌，即件上欢喜。啊，第2件欢喜就是洪辉老师问我讲是毋是差不多30岁，即件代志互我诚欢喜吼。啊，我大概来甲大家报告吼，是安怎就是会来行台语路，是安怎行台语路？其实吼，我可能甲头前几位讲的无共，就是我无受到啥物刺激，我就是足自然，但是无说你一步一步一直聊落去吼。阮台语路会当讲是一种选择，嘛会当讲是阮即个团体的名。阮即个团体的名的全名是叫做“牵囡仔手行台语的路”。啊，因为足长的，所以阮简单来讲会讲台语路。安怎讲这是一种选择？比如以我个人来讲，就是其实我是自细汉伫台北大汉的，毋过因为阮伫厝内父母甲阮惯势用的语言是拢讲台语。所以我自细汉一直甲大汉读册，食头路，就是我伫厝里就是足惯势，就是讲台语。啊，毋过因为当然受到华语教育的关系，所以若是甲兄弟姊妹有可能会一半华语，一半台语。毋过就是即个成长的过程会足自然的，就是讲台语是甲厝内的人讲台语是一件足自然的代志。啊，若去到外口，有发现讲，伊是讲台语的人，我就是足自然甲伊讲台语。
因为即个过程，所以我囡仔出世的时阵，我就感觉讲，安尼我就是足自然，我嘛要甲伊讲台语。因为迄个自然的过程，就是讲我一开始其实我无坚持讲我要爱转台语，我就是大部分会讲台语，毋过就是几个词吼，是讲我若是要甲囡仔的老爸讲话的时阵，因为囡仔的老爸伊的母语毋是台语，伊袂晓讲台语，所以我若是咧甲伊讲话的时阵，我就是用华语来讲。囡仔因为我爱上班，所以其实囡仔是阮大家甲我带，阮大家伊嘛袂晓讲台语，所以囡仔其实伊大部分的时间，伊接触到的人拢是甲伊讲华语。等囡仔差不多坐外，其实伊已经学会晓讲诚侪话，我开始感觉安尼毋对，就是伊台语、华语拢会晓讲，毋过伊。可能若是阮咧分析是，伊迄个词，伊若是头一摆听，伊是先学着华语的，伊就会自然想要用华语讲。若是伊迄个词头一摆学是用台语的，伊可能就会用台语。伊迄阵无讲这详细去分讲，我对象就是讲台语，对象就讲华语，无迄个过程。毋过我发觉着讲，若是搁安尼落去，有可能伊的优势的语言会是华语，而且伊会用台语的比例会较少。毕竟伫咱即马台湾的环境，就是讲台语的人就是较少，所以有迄个发觉着即件代志了后，我就开始想讲安尼袂当，我爱开始甲伊拢讲全部拢是台语才会当，所以我就自迄阵开始，阮兜就是拢讲台语。我只要伫囡仔的面头前，伊听会到的所在，我就是一定转台语，无论我是咧甲谁讲话，我就是转台语。毋过其实逐个应该知影，就是像我较拄仔讲的，我甲阮爸母其实是惯势讲台语。毋过其实是大人，就是咱咧讲的迄个活头族，伊就是看着咱差不多咱即个岁，伊家己的囝后生伊会讲台语，看着孙就是毋知安怎，伊就是会无说理，想要讲华语。阮爸母的情形也阁无算诚严重，毋过就是一开始的想法是爱一直甲提醒，无伊会无说理阁转去有的人可能会较歹势，讲一直甲是大人提醒，也是讲像阮若是拄去外口拄着亲情，也是有会，伊明明平常时嘛是惯用台语，毋过伊甲囡仔讲华语，我感觉有真侪人可能就是会歹势甲人提醒，毋过我即个人就是甲大面神啦，我敢毋惊歹势，我就会讲即个囡仔讲台语的，你爱甲伊讲台语，一直讲，讲甲足自然。其实爸妈妈像阮阿母咧。转是较紧啦，伊后来就是拢讲台语愈有甲阮接触愈侪吼，就是愈知影讲即个囡仔在伊看到伊就是伊可能共款对别个囡仔话头是讲华语，毋过对我的囡仔伊就知影讲即个是台语囡仔，伊爱讲台语。过来就是讲阮先生因为较拄仔讲的嘛，其实我一开始就单纯，我就是讲想讲要互囡仔讲阿母的话，会当甲阿嬷讲阿嬷的话，阿祖的话。所以安尼来讲台语，阮先生伊本来袂晓讲台语，毋过因为我伫囡仔面头前，我就是拢一直讲台语，讲到落尾就是甲阮先生讲，无你捌讲台语好啊。我就想讲，我就互伊选啦，莫讲无互伊选，我讲无你台语跟英语，看你要选倒一种安尼，因为伊是外文系嘛，英语捌讲了算袂歹。因为华语都遮侪人咧讲应该暂时是毋免伊就感觉伫厝里讲英语，敢若怪怪，安尼讲袂惯势就开始讲台语。所以为迄个时阵，差不多2015年开始讲到即马，其实伊出去外口讲台语，人毋知影伊是。当然有几个音，咱可能会晓讲台语的人听会出来啦。若是较少咧讲台语的人，可能听袂出来讲阮先生伊的母语毋是台语安尼。所以其实这是一个过程啦，只要就是我知影，因为像阮台语路有足侪家庭的爸爸妈妈、少年爸母，其实因可能无像我遮尔好运，有法度就是自细汉的到大汉即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拢有法度一直讲台语，伊是落尾才去想办法捡回来。毋过其实拢看会出来，大家一直进步，为头一年开始讲，第2年、第3年，足侪爸母是本正无啥晓讲，即马有法度用台语出去广告、出去演讲，我感觉真正是这无简单。毋过嘛是要甲大人讲，这是做会到的。所以
拄仔讲着，因为我伫囡仔诶面头前，我就是一个讲台语诶人，所以无论我对啥，我拢是讲台语。啊，我出去带囡仔，总是会出去外口嘛，买物件啦、坐车啦，还是啥物。因为我就是已经讲台语讲惯势啊，我伫伊诶面头前讲华语，我就感觉怪怪。啊，一直到阮囡仔去读册，读幼稚园，我去带伊去学校报道诶时阵，我嘛是甲学校老师讲台语。啊，一直讲，讲到有一天，迄阵阮囡仔已经大班啊，要读国校啊，我就问伊讲：你感觉我敢会晓讲华语？伊嘛想想咧，伊想足久诶，伊讲伊毋知呢，伊无确定啦，因为伊都无听过我咧讲华语，啊，毋过伊佫感觉若是别人甲我讲华语，我佫敢若拢听有安尼，所以我。这讲起来是真好笑，毋过嘛是小可悲哀。变做讲伫台湾即个环境当中，你可能爱做到即种程度，你才有法度好。囡仔感觉讲台语是一件自然的代志。你有法度，你出去到外口，其实你嘛是共款会当对外口的人讲台语，毋是讲干那伫厝里讲尔。啊，这是先简单讲，就是我厝内底我讲台语的过程。所以一开始其实就是足简单，我就单纯想要甲囡仔讲台语。啊，毋过因为囡仔甲一岁外、2岁外的时阵，发现讲伊无台语的囡仔伴，因为迄阵我敢若头前仔嘛，啊未生第二个。发现讲囡仔其实伊需要伴，会当甲伊讲伊咧用的迄个语言，伊才有法度一直讲。啊，毋过就是阮的亲戚内底无差不多即个岁数的囡仔啦，所以。迄阵就开始上网咯，差不多伫2016年的时阵，迄阵就一直想讲要有啥物办法会当甲伊找着甲伊讲台语的人。啊，毋过甲其他台语路的妈妈比起来，因为伊拢较少年，啊囡仔嘛较细，迄阵所罕的找有，真无简单有一届伫网络找着讲，有一个讲甲囡仔讲台语的聚会，啊，就走去安尼，啊发现逐个人为无共的所在来，迄是头一摆有机会拄着母语家庭，逐个拢足欢喜的。啊，毋过因为我上班的关系，嘛无法度一直有时间甲逐个聚会。啊，毋过就知影讲啊，你毋是无伴的，有伫台湾无共个所在有共款的人甲你做即件代志，其实你会当继续做，你嘛会当甲囡仔讲啊，有遐吧，你是有你的台语朋友安尼。即个情形一直到就是我，因为我2018年我第2个囡仔2岁的时阵，我迄阵有。就是请迄个摇囡仔教啦，请迄个摇囡仔教1年，才有较侪机会，佮带囡仔出去甲台语的朋友做伙。啊，是安怎我这画面即个敢无我要讲找伴，毋若是找囡仔伴，就是伫即个找伴的过程当中，你发现讲，其实囡仔需要伴，大人更较需要伴，因为咱咧讲台语的是。咱甲囡仔讲台语，即件本来是足简单的代志，因为伫台湾会拄着足侪无共的困难，所以其实咱需要算讲是互相安慰、互相讨论、互相斗找办法。所以有大人伴最重要的，啊老人囡仔伴嘛最重要的。像咱较拄仔讲的，有足侪源头做，啊即个源头做，其实因无遐尼确定讲，伊可能会感觉讲，嘿，我的孙甲我讲台语最好，啊毋过伊无遐尼确定讲，到底迄个好是安怎好。啊，当因若是有机会，甲囡仔甲孙出去，啊嘛甲孙的其他台语朋友出去，而且是参加即侪活动，伊会发现讲，哦，其实台语较早无共咯，台语毋是讲迄种，敢若是老人的语言，敢若伫厝里讲，其实会当甲囡仔，会当甲幼囡仔讲，而且是行去足侪所在拢会通，毋免惊讲互人敢若讲看无安尼。所以一步一路聊落去，聊到较拄仔讲的，敢一定爱学台文，因为2018年啊，我开始就是有请假嘛，啊，就是有甲逐个聚会。啊，迄个时阵我嘛是有咧想，迄阵囡仔较大汉啊，就是我会晓教伊的台语，差不多拢教甲差不多啊。开始有足侪新的词我袂晓，啊是迄新的词有可能是即马现在社会才有的词，无可能是古早时代有，啊，毋过迄阵我学袂晓的。我就是讲，大家若是有去想一个，可能会发现讲，恁阿祖迄个时代讲的台语，伊会比你阿嬷、阿公会晓讲的台语更较侪。恁阿公阿嬷会晓讲的台语，比你的阿母、阿爸会晓讲的台语更较侪。就是一代一代流失，
愈来愈严重，所以到咱遮的时阵，其实已经剩无偌济啊啦。就算讲像我是真好，阮细汉有开始讲，毋过就是大部分拢是口语的为主，嘛无法度像阮阿嬷伊有法度讲一堆毋是四句咧，还是啥物，就是拢讲道具安怎，伊其实无读啥物册，毋过伊就是纯粹伊就有法度讲出来，遐我拢已经袂晓啊。因为无想要互我家己的台语程度啊，变做是阮囝台语程度的迄个天棚，所以我发现讲我需要去进修。而且若是一个语言的学习，你敢若听佮讲，你无读佮写，其实你无法度真正掌握即个语言。安怎讲？我还未学台语罗马字的时阵，其实我学着新的词，我毋知影要安怎记，因为你知影注音其实佮台语无法度完全斗做伙嘛。就算讲你要用英语的拼音嘛是，伊就是无准嘛。我学着新的词，我无法度记起来。我即马年岁更加有啊吼，真正记袂起来。发现袂当，所以就开始讲，安尼我爱来学罗马字还是咱讲汉字还是好，不管就是学爱来学台文。学台文迄阵，因为就是有迄共学的关系，做拄着一个嘛是做好心的共学妈妈因为伊已经会晓咯，伊就阮几个少少咧，阮就利用共学的时阵，囡仔伫边耍共学，有人斗顾，阮就伫边就是坐伫，其实就是坐伫公园边啦，就看册读安尼，读的了后，发现其实嘛无就困难嘛，吼，因为会晓讲学迄无就困难就开始想讲无，因为要家己读册，安尼上好的方法就是有准备考试，就考认证，就想讲无来报名。我是伫2018年年底才学罗马字的，迄阵就讲无就来考2019年的认证，因为若是无考，我嘛要搁转去上班啦，可能嘛无法度搁准备。迄阵最好，因为拄着一阵读册盘，母阮就逐个做伙拼，阮搁有约迄种早起4、5点伫7读册，真正足起笑的。毋过算讲有做伙做，就是你就有迄个动机嘛，就会当做甲最好诶。所以阮就是阮就是报名上台语课包括阮嘛是，其实阮嘛是有互方辉老师教。我家己嘛有去找一寡像有去少年教会，是去永春图书馆啥物的，就是去读，去想办法找到的资源，就去读去学。我感觉这是一个最好的代志，就是因为其实我去的时阵，我拢是因为我咧幼儿囡仔嘛，所以我拢带囡仔去。囡仔伊就足自然。其实我嘛无叫伊讲，你爱读台文哦，还是安怎？毋过我咧学的过程当中，伊就是会哪听哪看，伊感觉学这嘛是一件足自然的代志，伊袂特别感觉讲是安怎要安尼。伊嘛知影讲我要考试，考试就是爱准备安怎。我感觉就是遮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就是其实你拢是对囡仔是一个足好的模范，你会当互囡仔学着讲，我拄着代志，我要安怎去做。所以就是安尼学台文。迄届阮后来考应该是有考，敢若是有5、6个还是6、7个，拢有考过中关级，算是我家己认为阮是真敖的一班啦。因为其实你要用囡仔，就是用囡仔剩的时间去拼是无简单。毋过就是伫即个过程当中，其实真正学着足侪。画面上会当看到2018年就是开始伫台语路做的代志，就是因为参加共学团发现讲有啥物欠缺，有啥物需要，无就大家做伙来做。所以伫共学团内底，阮就是要种写文章大家斗阵分咧做。分享会就是想讲要请佫较侪人来甲阮做伙讲台语嘛，因为共学团人数若是无够，就是有可能有人无法度来，你就是人伤少，一直斗袂起来，做袂起来，所以就是想要吸佫较侪人做伙来共学。佫来就是办台语活动，就是因为其实你若是华语的活动、英语的活动，外口凊彩找拢有，你要爱付费的，还是免钱的，啥物拢有。台语的就是无。阮迄阵几个妈妈讨论，就是认为讲，一方面其实咱爱行出去，互社会知影讲，其实是有即个台语需求的。你会当来开，有人想要参加。一方面当然是主要嘛是要开，互阮的囡仔会当参加，所以阮就家己去写批还是电话联络，互一寡美术馆、博物馆，就是阮想要去参观的所在，阮就是甲伊联络，问伊有法度无？伊若无法度，有可能伊有兴趣，伊讲伊能力无够，我就讲不要紧，安尼阮就斗番。是讲有啥物活动，只要阮找到伊是欢喜的活动，阮就去甲伊直接甲伊沟通，看有法度甲改做台语的无。
公民参与的部分，就是讲像迄阵就是有台语台，迄阵台语台本来还未开台进前，医生用台嘛，所以有记者会，阮嘛是带囡仔去斗赞声，就是阮感觉只要阮能力做会到的代志，就是阮拢尽量去做。啊，迄阵嘛无感觉讲，安尼阮有啥物偌大的目标，啥物拢无费伫，就是行到对，做到对。再来。因为就是发现讲，啥物即侪拢欠缺嘛，那阮就开始开路。所有的开路拢是以阮家己拄着的需求来做。像讲头拄仔讲的，要啥人来行台语路，所以阮会伫卖种也写文章，还是翕一寡影片放，还是讲阮头拄仔讲的，就是分享会。分享会重要的就是讲，其实有足侪人，伊无特别反对台语，但是伊嘛无意识到讲啊，我爱甲囡仔讲台语，所以阮透过讲分享会诶分享，阮行台语路诶过程，啊讲是安怎要甲囡仔讲台语，一寡内容会互一寡本来搁咧看、搁咧想诶人，伊会建立伊诶信心，讲哦，行台语路确实袂歹。所以啥因来行台语路，啊像绘本，其实只要所有的父母拢知影，就是你一定会甲囡仔共读，你就是会开始家己想办法翻译。啊，翻译的部分其实有当时啊翻到上后落尾，你会发现讲啊，你愈来愈深啊，你实在是无法度，所以就家己就找几个妈妈家己讨论，啊讨论了。因为后来阮有开 podcast， 阮嘛开始录音。啊，这其实就是像较早头前有讲着，伊需要授权，所以阮就是嘛是有人就是会去问出版社，伊愿意授权互阮讨论无？啊，搁有就是讲较早讲，阮会办广告的活动嘛，广告的活动其实伊是需要教案的，这嘛是阮爱家己来研究。这所有就是讲，阮有拄着需求的物件，阮就大家做伙来做看卖。啊，亲子活动的部分，较拄仔有讲过啊。另外一部分就是咧讲国家语言发展法，因为我本身是读法律的，所以其实对读研究法律的代志，对我来讲可能是较无遐尼啊困难。所以阮就是一直有咧看讲，国家语言发展法，伊即马到底是有，因为已经通过得要2档啊嘛。但是内底的代志，其实即马我看应该是做。这侪拢还无做着咧啦，啊，阮嘛是一直想讲吼，要找一个时机，家做一个总体检，看伊到底有啥物是有落实啦，啊，啥物无，啊，有啥物会当需要搁做了搁较好诶。阮有想要做即件代志，啊，拄好其实即马语言发展会议嘛，当咧进行，我感觉大家这其实介重要啦，大家若是有时间会当尽量去参与讨论，啊，提出家己诶意见，因为。就今仔日下晡有第一场嘛，我是有去听。我感觉就是对因无真正咧说即件代志的人来讲，其实因提出的看法拢是较表面的，所以袂当怪遐的，就是咧负责的官员，因为因无长期伫即个做即件代志，因毋知影讲美角伫对，还是毋知影讲问题伫对，所以伊可能提出的物件，毋是讲无好，还是讲伊黑白提出，就是应该是讲伊会无法度切入迄个重点啦。所以我是感觉，若是大家会当，其实会当加去关心即件代志。啊，因目前的规划应该是到9月的时阵，若是迄阵疫情较好啊，会开实体的会议。阮这边台语路应该是会整理一寡，就是阮所谓认为会当更较好的部分，啊来。正式提出，啊，希望就是为咱的台语家庭、台语囡仔会当争取到更较好、更较需要的物件，安尼。所以，较拄仔讲的这个过程，就是无说你一步一步一直做，啊，就是包括讲做家长学2019年的时候开始有家长学堂，就是讲互逐个人互。支持这个家庭台语父母吼，因需要的物件，啊，嘛记录一寡台语家庭的故事，佮有开始办一寡，因为开始可能有一寡单位吼，因可能会找阮合办活动，所以迄阵嘛有办一寡中型的活动，啊，佮来就是做一寡年度的规划，就是讲，台语路有可能未来即一档，阮佮有啥物想要做的代志，啊，会当安怎分配，大家做伙来完成。较拄仔讲的遮个代志吼，其实一个人拢无法度做甲到，所以我应该去讲，我今仔是代表台语路出来发言的。代表台语路出来发言啊，有是有这侪人斗做遮个工课，我一个人无法度吼，我其实是负责讲尔啦。
就是2020年的时阵，阮嘛是有摕到文化部的本土语言创作甲应用补助，所以阮用即个补助有做文宣做网站。啊，文宣的部分，阮后来就是有寄去就是有若是愿意的人，阮会寄一寡店家，啊是其实阮迄阵主要的对象，佫有诊所，尤其是囡仔诊所，啊是妇产科的诊所，因为其实迄是会当接触到少年爸母上好的所在嘛。所以阮有囥遮，啊是讲幼稚园啦、学校，互因知影讲，像阮有做就是卖书，有遮侪人对台语有遮侪卖书的，佫有像迄个德语环境，迄份其实是主要是针对讲，其实即马有诚侪台湾的语言治疗师，其实因对就是德语的即件代志，因嘛无讲做了解，所以像阮有的妈妈就是有的囡仔吼，台语囡仔吼，伊可能甲慢讲话。其实华语囡仔嘛会甲慢讲话嘛，但是华语囡仔若是较慢学讲华语话，迄治疗师无可能会甲伊讲，安尼你先莫甲伊讲华语。啊，即个情形甲台语就无共哦。你若甲囡仔讲台语，迄治疗师会甲你讲，安尼你先莫甲伊讲台语。这是一件足奇怪的代志，所以其实这嘛是卖书还是德语环境要提出来，因为阮之前有家长学堂有找一个语言治疗师来教阮分享一寡就是伊的看法，因为伊是有点过外国的治疗师，所以伊就会较知影讲，其实伫外国迄个德语环境是最正常的代志。你若是讲你甲囡仔讲台语吼，还是讲恁厝内可能双语，你是毋免烦恼讲囡仔学袂晓其中一种语言，还是讲伊会乱去即件代志。所以这是阮做的文宣，啊，另外阮嘛有做网站，甲阮较早讲的遐台语家庭的故事，放伫咧网站顶面。啊，2021年，阮有申请到另外一个文化宾馆的补助，就是甲阮有做的代志，包括 podcast， 还是讲书的培训。讲书的培训就是要培训讲有足侪人，伊会当四界传、四界去讲古，会当互更较侪的囡仔，就是一般的华语囡仔，拢有法度有机会接触到台语讲古。另外就是家长学堂，啊，佫有本来就是阮有要办一个较大型的音乐会，啊，毋过可惜就是因为拄着疫情的关系，即摆是暂停哦。今年毋知有法度办无，希望是有机会会当办。另外就是较拄仔头前第一个讲阿燕讲的，就是阮即摆就是有咧筹备，就是专辑，看会当就是出一个和台语囡仔，还是一般华语囡仔拢会当就听了做欢喜，会当做伙听做伙唱歌的歌的专辑。啊，台语老人才库就是我较拄仔讲的哦。其实遮尔侪工课，无可能一个人做。啊，阮一开始嘛无讲足大的目标，讲阮要家己做甲足大还是安怎？啊，毋过就是大家拢是一步一步聊落去。大家有，因为大家无共的背景，无共的专长，所以大家就找大家有兴趣的部分，啊是大家较熬做的部分，做伙讨论，就讲大家看好安尼做这好无？啊好，就来甲做看卖。所以会当看到讲，阮有做遮尔侪无共款的工课，嘛是因为每一个人的兴趣可能无共，所以就会做出来的物件就会无共。啊，是安怎才会讲愈聊愈深愈趣味哦？就是因为其实行台语路对我来讲有一个，我感觉我趁着上侪就是交着足侪朋友，而且是足侪拢足敖的人，像阮台语路的阿母有足侪，你看阮面册卖种样的文章，有足敖写文章的人，啊嘛有敖翕影片的人，啊嘛有较拄仔头前迄敖做歌吼，啊敖演较敖的人，就是有足侪无共才能的人，啊甲遮的人做伙做代志，其实是一件做趣味的代志，尤其是大家是有共同的信念，就是讲我就是要好。就是要打造一个更较好的台语环境去做这件代志，所以做起来就感觉讲哦，心情足好诶。好，我感觉我敢若讲伤久啊，所以后壁简单讲，就是较早讲的台语路人才讲，其实阮即个组织无讲，毋是讲这固定，还是这一定有啥物规定，还是无，就是讲大家若是有兴趣。组织起来，啊，就做这件代志，啊，只是讲做一个部门，互大家较好了解。编一部就是有做较拄仔讲的遐个文章，
就是伫买种野写文章，啊，讲师部就是包括较拄仔有讲台语广告，啊是 podcast，啊是一寡课程。公关部是较拄仔咧讲关于甲公民参与有关系，啊是讲对外举一寡记者的。活动部就是一直甲阮办足侪足好的活动，会当互大家来参与的。这是顶摆哦讲的。其实我想要，其实大家可能有清楚啊啦。我只是想要搁点醒一点，就是讲，其实讲遮尔侪个代志，上要紧的一件，啊是甲意识化的精神。讲台语的意愿，这是一件上重要的代志。头前较拄仔，大家人拢有讲啊。所以其实我进前一阵仔有听到，就是迄丁俊元老师伊有讲，就是因为要做一件代志，就是要做迄个语言意识诶，算是培训了后的世界，就是像即卖性别平权的世界去办演习，还是讲就是一寡性别主流化，就是一寡遮的一定爱做，因为其实即卖无论你讲公部门嘛好，还是一般的家长嘛好，还是伫即侪无共专业领域的人嘛好，其实因对语言平权即件代志是无概念的。啊，对讲爱讲母语意识即件代志，其实因嘛是想法无遮深的，因可能连听都毋捌听过，想都毋捌想过。所以我听到就是。丁俊元老师因就是有要用国家的资源去做即件代志，就是甲阮较早做的分享会，其实是类似的。我感觉这足好的，因为这真正足需要做的。即件代志做落去了后，就是咱的条仔骹会加足多的啦，就是会有较侪人来做即件代志。所以若是人工若是有培训的时阵，因为有在场拢是足关心台语的人，我感觉大家拢会当去受训，就是。甲家己当做一个经济，会当搁一直传出去，一直传出去。因为其实吼，若是讲大家若是有了解公部门，应该会知影，就是即种培训吼，有当时啊无想要参加的人，伊嘛会去参加。啊，若是叫迄种人参加了，结果伊变做讲师，连讲去讲拢是伊去讲，安尼听到的会吸引到的是啥物人？迄咱就家己想吼，你这我后壁就毋免讲，大家想应该想会出来。所以其实伫遮是。拢是应该在场，拢是对台语有热情、有使命、有想法的人。咱若是会当有机会去做即件代志，会当甲咱台语探更较，会当探更较看更较深啦。这是我认为上要紧的一件代志。啊，讲台语的能力啊，还是讲台语的资源啊，其实即马拢已经比5年前我迄阵。上网找伴，差不多找几6个月，才找真无简单，找到一组，已经比迄阵好足多啊！所以即部分我感觉大家就是会当找咱家己会当晓做的部分，介意做的部分继续做。啊，我就无搁加讲啊。这是我的结论吼。我毋知我带一个读毋对无，芳辉老师可能会搁甲我指教。独卡难行，高将难明。大家只要就是斗相敬、斗相听，咱未来一定光明啊！祝福大家，多谢。好，感谢迄个雅茹啦吼，歹势，大家拢真热情、真积极吼。啊，我顶摆若是会看到讲即阵台语亲子共学团体吼，台语家庭成员吼，咧做逐项的活动吼。啊，拢感觉即个心情就又搁热扑扑吼，感觉咱台语吼会当愈来愈光明啦吼。好，啊来，咱上线尾吼，即位是咱的即个赵慕明老师吼。赵老师要来甲咱分享伊的角度吼。咱赵老师呢是大学是读历史硕士呢有读即个戏剧，搁读去美国哥伦比亚吼有读有即个东亚语言文化研究即方面。博士呢嘛是伫美国吼，是亚洲研究学系吼。伊即马伫个即个台师大甲政治有兼课吼，有教袂少即个甲台语有关系的课。伊是对文学史、文学评论戏剧评论即方面拢有相当侪研究吼。咱来看伊安怎分享伊的台语咯，请慕明老师来。
多谢负责。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赵茂明。我今日是来讲故事的啦，我就较爱讲故事吼，所以我就无投影片大家就听我讲者。我的爸母甲我讲话拢讲华语，总是因家己是台语人。我细汉的时阵，因为阮阿嬷住伫阮兜，阿嬷就袂晓讲华语，所以我就是甲爸母讲华语，甲阿嬷一定爱讲台语，所以我的台语的老师是我的阿嬷。渐渐我就会晓讲台语，日后阁会陪阿嬷看电视、看歌戏安尼。所以我就是讲两种话拢会晓讲。不过开始上学校以后，就因为这个华语的能力会愈来愈强，怎啊变做就是台语就无啥咧讲，就干那甲阿嬷讲话有咧讲有当阵阿嬷嘛去带阮阿爸的兄哥因兜，就无带阮遮，就无讲台语，所以华语就愈来愈好。实在讲，我是一个华语足好的人我就对语言可能我对声这个物件嘛较敏感，所以我的华语就愈来愈好。伫学校内底就是拢参加迄款华语文比赛有无？写文章演讲拢华语啦。讲到我读研究所的时阵，我的学弟学妹掠做这国民，一定是一个中国国民党的支持者，因为华语讲了太好总是我一直有这个讲台语的能力，虽然讲较无遐接讲，迄个能力原在安尼。等到我出国的时阵，有一个经历。迄是我伫纽约的时阵，先讲者，我自细汉我就一直有接触即个基督的信仰毋过，我即摆转去看，会甲看做讲上帝一直咧找我，我拢一直甲走闪安尼，无要甲伊亲近。我较少年的时阵看到基督徒，我嘛会惊，我嘛无介意因讲话的方式啦。有的基督徒嘛，互我感觉因足保守安尼。总是我伫纽约的时阵，我去听到一个故事，就是伫哥伦比亚的附近有一间足大的教堂去迄个教堂的时阵，拄好咱台湾人头一个文学博士林茂生博士伫哥伦比亚咧读册。迄个大间的教堂有一片玻璃窗面顶有用差不多10种的语言写上帝是疼。迄个汉字伊是写上帝是爱啦，迄个汉字的上帝是爱，就是林茂生博士写的。我听到这个故事以后，迄阵我伫纽约搁改识字，我就想要去找迄个所在。有一天我就真正行去迄个教堂去问讲迄片玻璃窗伫倒位？落尾我就找着，足大片伫倒边较我下骹的所在，我就看到迄个林茂生博士写的“上帝是疼”伫遐。迄个时阵，规个教堂内底拢无人啦，我一个人坐伫遐看迄个上帝是疼，哪看哪咧流目屎安尼。我的头壳内底迄阵拢是我细汉的时阵，甲阮阿嬷咧讲话阮阿嬷咧教我代志遐个影像安尼。突然间，我即摆是甲当作我听到上帝甲我讲话，迄个时阵足清楚的，我听到一个声甲我问讲：“安尼你有了解无？”迄个时阵我听到迄个声，我是足惊的，总是较
较安静落来以后，我知影讲，迄上帝咧甲我讲话。啊，过两工我就开始去买一本圣经吼，啊，就开始读安尼。啊，而且等到我纽约这个学位摕到以后，我先倒来台湾，啊，过去德州。去德州的时阵，我拄去，我就去找遐个台湾人的这个长老教会，我就开始去行教会安尼。啊，渐渐接受这个基督的信仰。啊，因为这个伫德州遐的台湾人的移民教会，因都差不多遮的时段拢是差不多1960、1970年代去到美国，所以因一直咧讲台语。啊，我去行迄个教会嘛因为需要，我就教因学台语安尼。啊，另外就是家己嘛有迄个想法讲，啊，我就是一个台语人啊，我就需要去甲讲安尼。啊，而且我就台独啦。啊，迄阵有台独的思想，就愈想要学台语安尼。啊，所以就是伫德州的时阵，就强迫家己讲话，公开的这个讲话一定爱讲台语。哦，啊，就安尼开始。啊，这是一个语言的觉醒，总是学台语文，迄就是另外一个代志，就是伫我去德州进前，就2011年的时阵，迄个春天，我特别去行，啊3月的时阵，就发生黄春明去城台演讲，啊张伟文教授甲抗议迄个代志，我就看到这个新闻了后，差不多3、4天，我一直咧看这个新闻。总是我迄阵想到一个代志，就是讲，这个事件明明就是甲台语文有交叉的代志啊，总是无人咧讲台语文。啊，我开始安尼想以后，我就问家己讲，啊，无你敢会晓台语文？袂晓，我就袂晓啊。啊，迄暗我就开始伫网络面顶找讲要学台语文要安怎学啦。啊，迄暗我就找着教育部的这个台罗的拼音方案，啊，我就开始去遐看。啊，可能我真正是一个对声音敏感的人，所以我就开始去，因为我本地就会晓讲。看迄个方案了后，我就开始家己去听迄个音。啊，念伊迄暗我就 download 迄个输入法，啊，就开始咧拍台文安尼。啊，毋是咧讲我外交，不过2工后我就开始写台文，就家己听迄个音，譬如讲上帝，我就开始咧听迄个上这个音。这个大声一定是 S 嘛，啊，安尼听，啊，最后就会晓写台文。啊，这是一个文字的觉醒啦。啊，就有这2项以后，我就就是家己开始一直学，甲人学，还是讲看册，甲册去学安尼。啊，最后就是转来台湾了后，有机会去师大教册这个教册过程嘛，互我理解到一个代志，就是讲，因为我即马就是一个会晓讲台语，啊，公开的讲话、公开演讲，我一定讲台语的人，啊，而且讲一个较笑过的代志，就是我即马是咧挑故意，咧矫枉过正，大家知无？就是我若公开的讲话，我一定讲台语。
总是华语对我来讲，颠倒是一个有亲密感的语言。就是讲，我的牵手要甲我学台语，我发觉我无法度，我无啥会晓甲教台语，我教学生我足敖啦。不过我袂晓甲我的牵手教台语，因为若讲谈恋爱的语言对我来讲是华语，有亲密感的语言对我来讲是华语。亲像我即马拢讲台语啊，甲阮妈妈讲话，我犹原讲华语。逐摆阮妈妈即马知影，我就咧教台语，伫大学内底教册嘛讲台语，伊就定定咧甲我讲台语。我心肝内是足碍扰的，因为迄个亲密感无去，我就爱甲伊讲华语才有亲密感。所以我即马是咧矫枉过正，就是颠倒是华语对我来讲是一个放伫较私人的空间讲的，若公开讲就是讲台语。这是对我来讲是觉醒的语言，是表达我的认同的语言安尼。即摆我伫大学内底教台语当这时，我嘛有机会，我就写台语的文章。我伫人本教育杂志面顶有一个用华文写的，总是咧讲台语的专栏。伫即个教会公报社，甲伊的另外一个叫做新书者的杂志面顶，我有咧写台语文安尼。总是即马我有一个，就是较新的想法。我即马当咧做的代志，就是讲我当这时，我就爱正做一个学者，所以我的论文是用台语文写。另外就是我逐工伫遐咧教学生，尤其是顶学期教台语文学史。我即马开始想讲，我就爱甲我的理论、甲我的实践、甲合起来。好，我有看到。所以我即马开始咧嘛真正用台文去做创作的代志。伫面册面顶个写迄无算，我就爱甲写做文章出版册，安尼甲我的实践甲理论合起来。另外一个对我来讲，我感觉我咧做推广台语的代志，有一项足重要的，就是讲因为我就无囡仔，拄则黄慧姐讲迄个遮少年人内底嘛有40几岁，迄就是我啦。我就无囡仔，不过对我来讲，我就要求家己讲，我伫大学内底咧教册，我需要去听我的学生，用我家己我这个人，我甲因讲的故事去感动遮的学生，互因就是因就甲老师有较亲近，心内会想讲。我这个老师就足眼要推广台语，因嘛想要去学。对伊来讲，台语毋是迄个较歹势，对因来讲，伊袂感觉拄着一个台语纠察队。因对我想要互我的学生想着台语的时阵，拢想着讲，伊有一个老师，我该教伊，伊真爱写台语，伊有教我台语。所以我咧教学生的时阵，我的立场拢甲掠较宽咧，亲像我就甲讲，你要用台语，你要用白话字，你要用通用，拢会使。对我来讲，迄拢是行会通的系统，无迄个倒一个一定上好的，无这个代志。你要用倒一个，你用倒一个。而且我甲因讲，遮的系统明明就是你若会晓一个。你就有迄个机会，完全拢会晓。你就甲学起来，你要用啥就用啥。要互我的学生有一个概念，就是讲，上重要的是台语。伊想着台语是快乐的记忆，是这个开放的记忆。这对我来讲是我伫大学的讲台面顶，我感觉我家己会使去做推广。
推销台语的代志。另外就是因为这有交代讲要讲一寡台语甲戏剧的这个关系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无想要讲，我无要甲讲足长的。上重要的一项代志，就是我用这个台湾的这个戏剧的历史，是现代戏剧的历史来讲一项代志，就是讲差不多台湾伫1980年代开始，1980年代初期的时阵，有一个咱即马叫做小剧场运动这个代志咧发生，就是讲毋是较早迄款话剧，迄款拢国仇家恨，迄款毋是新的主题啊。若是有新的戏剧的主题，因就会用新的语言。这个新的语言的意思是讲，因用华语，总是无咧讲迄款甲日本人相战，毋是咧讲遐，是讲新的代志，是咧讲现代社会的代志。啊，这个新的这个剧场的运动开始，就变做咱老实讲，咱台湾人，尤其是少年人，是足爱看戏的一个民族啊，一个社会啊。是安怎？咱即马需要甲台语放入来戏剧内底，是有一个真重要的意义，就是讲，咱即马咧推广台语，讲台语，这是口语甲生活内底的语言。啊，事实上，咱虽往咱拢讲这个喙讲台湾话，手写台语文，这根本就是1930年代这个黄石辉在讲怎样无推广乡土文学，就是台湾文学。伊的这个底底就是这你若讲的是台湾话，你就会写台语文，你就需要写台语的文学。咱即马是安尼甲想，总是有一个美感，就是口语，毋是自然，就是文学的语言。咱即马咧讲话，这毋是文学。我若甲写落来，我若头壳内底咧想讲，我着爱安怎写较水开，随网写出来犹原真口语。不过我有咧想要互伊水开，迄种的叫做文学，毋是讲口语就是文学。啊，戏剧内底要讲台语，就是因为戏剧毋是讲就是毋是讲一个人徛伫舞台顶安尼咧讲话，就是戏剧，毋是戏剧。大部分的戏剧一定有剧本。啊！你咧用台语咧写剧本的时阵，你拄好就是咧做迄款，我着要安怎写较水开？而且我要写一个男主角对女主角讲的话，伫戏剧内底，毋是遐简单讲，我讲互我意爱的人听安尼尔，毋是呢？伫戏剧内底，着爱考虑讲，即句话甲讲出去。是迄个女主角甲观众同齐时听到，啊，着爱对即两个对象拢有意义，安尼才会戏剧。啊，这就是文学。啊，甲台语放伫戏剧内底的意义，就是安尼，因为咱要互这个社会愈来愈侪人讲台语无错，总是咱有另外一个在要义的代志，就是咱要有台语的文学。啊，拄好伫戏剧内底使用台语，就是一个台语的文学在发展会发生的代志。啊，你若甲台语开始放伫文学内底，就是用台语讲台语的人在思考讲，我要安怎使用这个语言，我要安怎来算这个语言，安尼文学就会出现。
顶个月有迄个，即个有一个叫做碰色款式三姊妹内底，伊的迄个剧本内底足济遐个甲人弹交的话，这多就是我所讲的，遐歹听的话是安怎会使放伫文学作品内底？迄个意义，就是因为迄毋是干那甲口语放，甲写做字，毋是伊有咧思考讲互啥物人听，对啥物人有啥物款的意义。这是台语文学出现，愈来愈成熟，愈来愈澎湃的一个过程安尼。对我来讲，就是台语一直是一直互我有觉醒的语言。今仔日咧讲这个台语咯，我一直咧想讲，我即摆要做的代志，我的责任，就是讲，阮阿嬷伫我细汉的时阵，伊都袂晓讲华语，都无人会甲伊讲话，因为迄个社会无啥物人咧讲台语，政府嘛无爱你讲台语。对我来讲，我的责任就是讲，我要互即个国家用我家己的气力，就是尽我的气力，互即个国家内底无阁有迄款状况，而且我要甲无共款的语言的人合作，就是无迄落倒一个语言上高，倒一个语言上强势，无阁有即款的代志。即个社会内底的人拄着家己袂晓的语言，头一个想到的代志是，无我来学看觅，无我加减听有会晓讲卖使，互咱的国家人的心态变做安尼这是我感觉我需要做的代志今日先分享到这，多谢大家。好，感谢牧民真歹势因为你排上尾一个可能你就是应该可能要搁讲较长的时间，后摆有机会再过来邀请你过来讲即个专题啦因为时间的关系，是毋是我毋知影秀婉这个咱敢还阁有要有偌济时间要互参加者来问问题无？还是有要有啥物款的活动？因为我有看到迄个振兴老师举手，可能嘛有人举手，无咱排10分钟，互大家来问问题，好无？10分钟了后，咱结束有阵阁要留的，会使阁留。即马有振兴老师阁柯志昌两个拢有举手，我想互振兴老师伊先举手，互伊先问。好，振兴老师请。多谢真精彩的演讲吼，我伫遮学真济。拄仔秀婉姐讲，我有伫教迄个少年家的台语吼。这少年家有分2种人，一种就是讲，伊6岁以前拢学台语，6岁以后开始去读册以后，台语就无去就30几岁才阁找到转来安尼。另外一个就是讲身份的认同吼。来到美国以后，才发现讲我是一个台湾人，我哪会袂晓讲台湾话安尼？开始要来学台湾话安尼。即摆结果就是，即个6岁以前学台语的人，虽然讲放弃20几年但真紧就阁甲即个台语捡转来。就是伊的基础真在啦，底底真在。另外讲，拢袂晓台语的时阵，开始要学遮的人都真辛苦，足辛苦。尤其咱台语有即个声调啦、变调啦、文音、鼻音，足复杂的系统一时要接受就加真辛苦。所以即马这少年爸爸妈妈，即马当伫6岁以前，伫甲恁囝仔讲的这台语拢以后拢用会着。等后伊也讲40岁以后，再想要搁捡转来学时，真紧就有。
所以这6年对恁来讲是足重要的啦，我要分享到这尔，多谢。搁有一位柯志聪毛举手，多谢赞季先老师。聪老师，季聪老师，请季聪老师。好，你好，大家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吼，我也莫占大家真侪时间。今仔日我看几个原来有少年仔咧发表伊的这个对台语的这个用心吼，我感觉算感动啦。但是吼，咱爱真理智来想一个代志吼。虽然今仔日大家看讲也有大家咧研究这个台语，但是毕竟咱这种人伫咱台湾的比例是愈来愈少。大家甲想一项代志就好，就是讲吼，逐工死去的人，拢会晓讲台语较济。伫70几年前吼，国民党未来台湾以前，差不多台湾的共通的语言，敢若像今仔日美国有足济民族去遐，有德国人、法国人、日本人、台湾人、中国人，但是共通的语言是美语。共款70几年前。台湾的共通语言是台语，既然这唔是新的，是较早就有，是咱互无去，无去什么原因？当然是因为国民党来台湾推行国语，推行了伤过头，才会互咱这个语言慢慢死去。过来就是讲，我要讲一项就是讲，咱的语言哦，今仔日莫讲什么平权啦。人免甲你打压，因为你已经受伤真严重啊！而且吼，这个大多数的人是看现实，拄则有人讲吼，你若用感情做诉求去要求对方讲台语，我这几年来的经验，我感觉效果足歹所以吼，咱的语言已经伫这个社会已经失势吼。你若要互伊恢复倒转来，你一定爱去讲出咱这个语言到底有啥物文学价值，伊的重要性伫倒位？有法度为咱的国家教育内底，佮重新甲恢复倒转来。那伫咱的国家教育内底无法度占一个真重要，别人无再甲你取代的地位吼。咱今仔日敢若用感情做诉求吼，其实拢总无效，这个力量拢讲作势吼。这是这点。过来就是讲吼，所有的语言吼，其实咱家己做起啦。当然，咱会用做偌济，就做偌济吼。咱即摆足侪人拢会惯势吼，拄着华语人就甲伊讲华语，拄着台语人就甲伊讲台语。而且有可能因为做生意惊讲去得失对方吼，所以就唔敢讲台语，唔敢坚持。以我个人的经验吼，我感觉这想了伤济啦，顾虑伤济。我家己嘛咧做生意吼，我吼做生意，我人也打电话互我，第一句话一定，即摆的社会伫台湾绝对开嘴拢先讲华语，但是我拢甲伊讲台语。对方若甲用国语咧，用华语咧，我嘛佫甲伊讲台语，啥物原因？伊一定是听有才甲我用台语、用华语嘛。所以我看讲几句了，我才慢慢去甲改变。这个过程，互对方对我的感觉我真特殊，但是我真有迄个诚意，所以伊嘛袂误会我的意思。我意思讲，咱若坚持，咱有迄个诚意吼，其实对方袂去误会咱的歹意。甚至我不是咧解说互遐外省伫台湾的外省讲是安怎我会讲台语，到落尾因总爱甲我学台语的。我是讲这几项吼，大家参考。迄个时间关系，我就莫耽误伤久啦。我意思讲吼，大家努力吼，甲我同款，我嘛是这几年来吼，我讲话绝对真少咧讲华语，敢若这种情形，我会甲伊讲华语。对方听无，我才会甲伊讲华语。剩的情形，伊甲用华语，我嘛甲回答台语吼。这点我希望大家拢总爱做这个坚持。过来就是讲。我希望迄个梁平兄，敢迄个咱梁公兄讲，希望我能安排一个时间来讲吼。我想讲，迄天我就来讲，要安怎营造来讲咱这种语言的这个环境，等于70几年前迄个年代，我感觉这足重要。今仔我简单讲这几项安尼吼，多谢大家。
迄个阿辉即马互你继续主持，即马无人举手啊，嘿。无人举手，咱是毋是时间的关系，咱先到遮，还是讲咱个其他诶，咱哦，佫有人要问题哈？敢有看到秀文姐？梁光兄。哦，好，梁哥兄，好，请。我今仔日吼，今仔日这演讲吼，毋若精彩，佫足重要啦。吼可惜咱时间还佫是无够啦吼。第一，针对鸭草这迄个主题吼，我是感觉讲咱即马台语推广吼，上欠的就是文化通路啦。即文化通路拄好咧大改变，就是讲这网络的这通路会愈来愈兴啦，阿辉可能嘛知影，我对这文化通路这足早就足关心，佮开足侪公钱去请即摆咧做迄个车棚哥，迄开足侪钱几啊百万，即摆囥伫阮兜咧做库藏袋啦，所以是即个文化通路来会拍开迄咱的即个台语的文化的产品，才有法度人送会出去啦，第二点，我是感觉讲即个赵明教授今日分享，我感觉讲真好啦，你因为即摆足侪咧推广台语的人大部分拢足注重迄个技术问题尔啦，就是讲语言的技术问题你有按深入去讲，要安怎讲你有分享你迄个灵魂的赞助、精神的赞助、心理的赞助者其实即摆讲到尾若要救台语，就是爱台湾人爱有觉醒，讲伊要做台湾人，会当去了解到即个台语安怎失去的即个大结果这才是根本。真若甲即块捡倒来的时阵即个技术问题就是像赵明拄仔讲的伊就了，伊差不多2工学的，伊就自动会晓写我家己的经验嘛是安尼你像我学迄个台语输入法差不多一2工几工甲文章抄几遍安尼就自动就学起来所以要救台语倒来，我讲是学台语输入法，用台语音去写几篇文章你咧写的过程的中间失去的音就转来千万毋通搁去用迄个波波摸摸去来写台文迄是用中文咧思考来咧写台文是我今仔先讲到遮希望咱即几位拢以后可能会当有较侪时间，互因转来讲啦多谢。毋知影咱的即个几位就是有要搁补充无？阿恩迄个韩俊，迄个带囡仔迄毋知有走袂？就是就选甲迄个雅茹无面，敢有搁要补充咱即几位？无我知影，我今仔听到吴美娥教授对迄个戏剧真有研究，我希望伊以后会当搁有一个时间专门来讲关系到迄个台语戏剧的一寡代志，希望伊会当搁来。这搁请吴面安排啦，好，搁有其他要回应还是要问的无？我趁这个机会，甲迄个梁光兄讲就是讲，我有加入你的书内但是你可能一直无看到，敢袂使再注意一下，甲我